好，我哋规家人爱出国爱办理护照，旅行社建议我哋过来办理认骗抗验手续。好，村外老公见当好啊，读万件书唔当行万里路。来，抢先本爱相片，一三人爱2张哦，还有2公婆嘅身份证，小朋友嘅户口名簿。小朋友，请问你按到乜嘅名？阿姨，我按到张韵芝。啊，张韵芝哦，你先来写张韵芝嘅护照申请书。唔到係阿爸也係阿妹做申請人。我來做好誒。好，唔到對第一欄開始填下，包括了聯絡電話、緊急聯絡人、互相嘅關係，也會強調上阿妹嘅身份證樣本。申請人就寫小朋友嘅名誒，順後再寫上母胎。好，也會搶簽名，也係阿爸。阿爸很小口哦。做乜嘅阿爸當小口啊？佢亞狀係乜人呢？亞狀係我。好嘞，有3份申請書文，也下當個都有證認騙抗驗狀，也到拿1份申請書去辦護照，做得自家去外交部辦理，冇機會搶旅行社同到台辦都做得咯。阿妹，我沒有1張。好啦，等一下誒。小姐，按字寫哦。我愛拿我嘅。搶順行。